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能够伫这个所在见面咯。时间过得真紧吼，一礼拜真紧就过去。今仔日阁来到主的圣日，咱伫遮借着这个网顶的聚会，敬拜主来吟诗、祈祷、读伊的话。来思考、研究神的话语，互咱心灵、信心得到坚固，互咱一切的烦恼伫圣灵的工作内面，咱得到喜乐、平安。愿上帝甲咱每一位同在，无管咱伫生活顶面拄着什么款的困难、重担、忧愁，咱拢有法通借着祈祷，将咱的重担交托主，交托上帝，因为伊顾念咱。伊知影咱一切问题，咱一切挂虑，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伊叫咱毋通烦恼。伊讲我甲恁同在，你毋免惊，毋免惊。这是上帝互咱的安慰。咱伫困难当中，上帝耶和华是咱的避难所，也是咱的力量，也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衬。咱通相信伊，倚靠伊，来荣耀伊。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上帝阿爸爸，今仔日阁来到主的面头前。来敬拜你，求上帝甲阮同在，求你赦免阮的罪，洗清去阮一切暗淡陋常，好叫阮咧敬拜时节蒙主的悦纳。上帝啊，你知影万人的心，你知影逐个人的问题，可能有的人每一日拢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帮衬。阮也知影你是听祈祷的上帝，因为你听阮，你愿意帮助阮，因为你共阮讲，着将阮的重担来卸托神，因为你顾念阮，所以阮会通坦然无惊吓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蒙怜悯的恩惠，做随时的帮衬，求上帝看顾保守。阮将下面的时间同样也交托，求圣灵做工，帮衬讲的人，互伊有能力，也帮衬听的人，上帝话语深藏伫阮的心中。成做阮的粮食，成做阮的力量。阮安尼交托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各位主内兄弟姊妹，本主日所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关于救主降生的预言。关于救主耶稣降生的预言 ，the prophecies about the coming of the Savior。这道有讲到预言啊，什么叫做预言呢？预就是预先言就是话，预先说出来的话，还没有也无实现代志也未发生，就头先伫几百年、几千年前，还是几十年还是几落年前就讲以后所要发生的话。所要发生的代志，有头先讲的，通伫将来发生的时阵，拢逐项代志拢应验，照以前所讲的来实现。即款叫做预言 （prophecy）。伫圣经当中有真侪预言。曾经有一位地作家，伊的名叫做 Barton Payne， 中文翻译做范巴顿Barton Payne， 伊所制作的一本册叫做《圣经预言的百科全书》。圣经预言的百科全书内面记载。圣经的预言偌济呢？伊内面讲到，一共有1817件预言1817个预言，其中旧约的预言有1239个预言。伫新约呢有578个预言，真侪预言预言就是以后才要发生的代志，伫几百几千年前先讲咧等将来一定会实现，即款才做预言的应验。伫全本圣经内面预言占咧大约有27%，几乎就是超过1/4。伫圣经内面超过1/4咧讲到圣经内面的预言这预言讲出来无将来无一项是有差错的，意思。每一个预言每一件拢要应验，都按照所预言的顶摆所讲的，将来拢要应验。当然有的代志，即阵也未应验，将来的代志，古早时就已经讲咧，但是现在可能是伫应验当中有一日早晚会应验，所以叫做预言。所以伫圣经当中讲到预言真侪，并且一项一项会应验实现证明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逐点伫咧，逐项知影逐项拢会所以这预言证明圣经当中有真侪话语是古早时讲咧，将来要实现。那其中呢，又讲到耶稣降临世间的每一项代志，所拄着每一项的代志的过程拢一项一项的应验咯。那么咱今仔日呢，要用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到13节，甲旧约的以赛亚书53章的第1节到11节，还是12节
这两叠的圣经啊，咱会讲到一个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临到这个世界啊所拄着的代志，伫亚早以前就有言的咯，随讲定的咯，到将来呢一项一项的应验发生。头一点呢，咱要讲到啥物呢？对约翰福音第1章第9节到13节这段经文啊，讲到啥物呢？咱要顺有时吼，咱会无一定伫照头，我是按照题目来讲。咧讲到道成肉身的基督吼的预言啊，是即款的神力技术。神啊，道成做肉身，就是神成做人的权势的样式，来到人间，来到世界吼，甲人相甲徛。即项代志哦，是空前绝后的，是古早时无的，后来也是无的一项神力技术啊。英文叫做 unprecedented， 就是从来未捌有的代志。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安尼讲：道成了肉身，徛伫咱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阮也看见过伊的荣光，正是爸独生囝的荣光啊。英文来讲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lived among us。啊，道就是指耶稣基督，就是神啊，来到世间，甲咱人徛做一个啊。这是一项非常奇妙的代志，奥秘的代志啊！啊，你怎啊神要来到人间，要甲人徛做一个呢？什么目的呢？啊，神啊本身是一个灵，伊无肉体，伊无用肉体来互人看见，伊是灵啊。是人用咱的肉眼啊，用咱的目睭啊，人的目睭啊，是看袂到的。咱看袂到神的，因为伊是一个灵，吼。为着上帝啊，为着要达到拯救世间人的这个工作，甲这个拯救世间人的计划啊，就借着这个三位一体真神的第2位，就是圣经。啊，咱知影有圣爸、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的第2位啊，道成做肉身，就是借着圣子耶稣降世，成做人的样式啊，人的样啊，互人有法通看到耶稣，就是等于看到神啊，来摸着耶稣。亲像是望着神啊，叫耶稣讲话，就是甲亲像叫上帝讲话，听耶稣讲道，那亲像听上帝的道理，吼，医治人的病，耶稣就道成肉身的耶稣啊，又来到人间啊，医治人的破病，啊，安慰伤心的人的心灵，互因得到平安，得到安慰。这就是这位道成肉身要来到世界，是真奇妙的代志，是一项神力。上帝未看到的，咱一条工借着耶稣，成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互人会看到，有人叫伊讲话，有人向伊问题，吼，接受伊的医治。所以这是神力技术啊。是世界的任何的宗教所无法通做咧、未做咧到的，所毋捌拄着的，是独一无二的。哈，只有伫耶稣基督内面，只有上帝要找伊来到世间，要拯救世人的这个工作顶面，才叫做道成肉身。所以头一项，这个道成肉身是一款的神力技术。第2项。伊的使命是啥物啊？伊来到这个伊的 mission
来到世间啊，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要创啥？这位道者肉身的这个道理吼，就恁顶礼拜有讲到啊，太初有道，道甲神同在，道就是神啊。也后来咱知影啊，就是基督咯。所以这个道者肉身的这个道啊，就是指基督，就是来到世间，吼，伊的使命，伊所要做的代志是啥物呢？啊，就是来到世间来要拯救罪人，在拯救世间的跩罪人啊，罪人应该着死亡受刑罚，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要救咱跩罪人啊出死入生，出死入生就是离开这个死亡，来进入到永生内面去啊。所以，但是世间人的反应是啥物呢？到底世间人的反应是啥物呢？这有言来讲啊，说人要拒绝你，人要拒绝你预言安尼讲，伊伫世界是这个道，就是耶稣指耶稣这个道成了肉身伊来到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伊来做的世界却毋认捌伊。11节讲，伊到家己的所在来因为世界是伊所创造，到家己的所在来，家己的人反倒当毋接待伊，毋接受伊，毋接待伊拦阻伊，拒绝伊所以伊的使命来到世间人会拒绝但是也有人接受圣经讲，凡接受相信耶稣的人，会得到什么福气呢？约翰第1章12节安尼讲，凡那是接待伊的就是信耶稣的名的人耶稣就要赐托因一个权柄，做神的行儿真清楚，真大福气。咱要做上帝的行儿，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咱做伊的行儿，也就是公子咯，太子咯，这个公主咯，咱叫做神的行儿。第13节，伊说即款的人毋是对血肉来生的，毋是对血气来出世的，也毋是对情欲来生的。也毋是对人的意思来生的，乃是对神来生的所以讲说，凡那是相信伊的名的人这个信甲这个名有啥物重要这个信伫圣经内面就是接受、相信伊入去咱的内面，信入去咱的内面，这个就是信。咱若是信无入去咱的内面一条条想安尼无相信信所以圣经讲那人嘴来承认，心内是相信伊就会得救。所以信就是人接受伊入去咱的心内，信你进入咱的生命内面，入去咱的心中，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信就是信靠甲接受的意思。那么信耶稣的名，耶稣是拯救的意思，基督就是披高抹的王的意思。将来耶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伊的名就是拯救，所以咱来相信伊的名的人这个名就是代表什么？伊的就是整个的人咯，伊的名就是代表伊的人比如说你是某人，我相信你的名，就是相信你的本身，你的整个的人格就是相信你本身就是接受你相信你的名，就是信靠你，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接受伊，相信伊的名，
就是耶稣，咱相信伊就伫咱的心内。做伊的行儿呢，做神的行儿的意思就是被神收养来做行儿的，收养，就是接受伊，成做神的行儿。就是这个人被接受，成做神的行儿，就是有法通承受这个上帝的基业。咱像一个人收养一个男的一个囡仔，饲到大汉，到将来这个养爸伊的一切拢是属于这个养子的咯。咱上帝接受咱就成做伊的行儿，并且将来有法通得到上帝一切的基业，甲一切福气。咱知影亚当是上帝的所按照上帝的款式的样式来做的，被称呼叫做啥物神的囝。路加福音3章38节迄来讲，亚当是神的囝，为虾米呢？因为伊神所做的。那么咱被接受，成做神的囝。但是亚当当时伊是神的囝，但是因为犯罪堕落，犯罪无顺服神，就失去了迄个神的囝的名分。那么咱是伊的后代，只有借着相信上帝的囝耶稣的生命，咱这个神的囝才阁恢复过来。所以约翰第1章12节安尼讲，凡也是接待伊的，就是接受伊的，就是信伊的名的人，信耶稣名的人，伊就会摕这个权柄做神的行儿。所以咱今仔日，咱是一个罪人，但是咱接受耶稣，相信耶稣伫咱的心内，嘴内承认，心内相信，就得救，就成做上帝的行儿咯。就恢复了迄个行儿的身份。13节讲，伊讲这毋是属血气来生的。什么是血气？属血气的意思就是做神的行儿会得救毋是靠着人的迄个血缘的关系，毋是血缘的关系，毋是男女关系所产生出来、所生出来的囝，所以毋是上血气生的。咱得救毋是人的血气来生的，说来讲，毋是情欲毋是对情欲来生的。表明啥物呢？咱得救毋是靠着肉体的意志来决定的，搁再讲，毋是靠着人的意识、仁义来生的，表明得救毋是靠着人的理智还是意愿来诚说我要相信，我要正做神的囝，毋是安尼。你若无接受主，无圣灵伫内面的重生无法通安尼。所以最后一句是啥物呢？说乃是对神来生的。咱有法通得救，正做神的行儿是因着咱因信称义，相信耶稣，正做伫咱的心内，做咱的生命伫圣灵的工作重生了咱，顶头生咱就有神的生命伫咱的心内。这个新的生命新约安尼讲，叫咱脱离了这个旧约的旧的生命要互咱一个新造的生命。所以伊说凡伫耶稣基督内面的就是一正做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了，要正做新的咯。所以咱若是接受耶稣做咱的救主，咱就正做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生命伫咱的内面，咱就永生了。这就是约翰福音第1章
第9节到11节的信息。第2部分，咱是要讲到旧约的一位先知书所写的，伊的名叫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先知为虾米呢？伊互神呼召做先知，要讲上帝叫伊讲的信息，要上帝将一件未发生的代志头先向伊讲，甲伊讲伊知影了，伊才讲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特别是关于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预言，对伊的降生，到伊将来的工作，到受迫害，顶12架受苦，等等等等，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就写了来预言了咯。所以以赛亚53章这个先知所写是关于道成肉身的基督，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位先知是大概伫主前主降临伫世间就是 B.C. 公元前700几年前，大概800左右就是大概723年左右。迄个时阵就讲预言咯，将关于耶稣将来要出世、要发生的代志一项一项会写落来，这是预言。到耶稣出世，就是按照伊的预言所讲的一项一项的应验，一项一项的发生咯。这个叫做预言的应验。所以预言的应验就是伫真早以前就讲了咯，后来的确会发生。但是你讲的咱今仔日所要讲的是讲到耶稣这位道成肉身来到世间，被人藐视，被人伊来到世间受苦，被钉12架，等等等等的这代志伫这本先知书内面就预言咱今仔日伫讲到这预言的头一点。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基督，伊的背景是53章第2节安尼讲，圣经安尼讲伊伫耶和华面前霜中亲像润芽咱知影迄个布芽一丛植物有头先有布芽才发秧才大丛起来，迄个润芽咱亲像咱咧食豆芽迄个开迄粒种子布芽出生所以伊讲伊的出生，伊的霜中亲像润芽第2句讲亲像棍出伫大地，亲像棍出伫大地。这2句话头一句讲到伊霜中亲像润芽，润芽是代表什么代表真幼、真软弱叫亲像一个人所出世一样真脆弱亲像幼囝生出来，婴仔生出来真软弱，亲像一丛plant一丛种子不芽出来，这款的软弱，这款的单纯，这款的会开始会脆弱亲像幼囝送款的。所以这是讲叫咱普通人相同，咱初出世的时阵，嘛是亲像幼芽真软弱、真脆弱真可爱一款相同。第2句讲到伊的根是出于大地出于干地真大的地。那出一粒种子种伫大地内面伊就袂出，伊就干要生长真艰苦咯，真困难咯。若是出伫这个真肥的肥沃的土地顶面伊就发真紧伊真丰盛真丰盛的意思。这句话是代表什么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出世的是伫贫苦的家庭内面咱知影伊老爸伊的养父约瑟是做茶师的，
伊着用伊个做茶师的劳苦用体力来支持生活。所以耶稣的出世的即个家庭是真贫苦的一个家庭毋是富裕的家庭。所以形容啥物呢？伊的棍是出于大地的意思，就是即个贫穷的背景所以是即个预言的头一项，伊的背景是安尼的。第二点，预言耶稣的外貌，伊的外表，伊的面貌是怎样圣经讲伊预言耶稣的外貌是啥物？伊的容貌是啥物？53章第2节讲，伊无家形美容家形就是真水的体格真水的面容伊无即款真水的面容，无即款的体格咱看见伊的时阵也无美貌，互咱通羡慕伊。咱看见耶稣的时阵伊也毋是亲像一位即个歌星，还是明星逐个生成烟头，佫敖唱歌佫体格有诶做明星有诶体格佫真水真壮伊无亲像迄歌星明星安尼耶稣伊诶体格无亲像很魁梧那样，体格真壮诶迄款诶体格。伊诶面容也无真水，无很帅，不是帅哥伊毋是烟头英俊诶一个人，互人看着会去羡慕伊。哇，这个真英俊，哇，这个真烟头逐个人真行伊要跟缀伊要来亲近伊耶稣并毋是安尼，耶稣伊无外表的但是伊有内在的，因为伊是上帝的囝，伊有上帝的慈悲怜悯伊有良善，伊有迄内在的美丽伊真和蔼伊真体贴人的软弱伊知影人的需要，伊愿意帮助人伊真了解人所以耶稣虽然无外表的美容体格在真水真壮是啥物，但是伊有内在的美，互人看见愿意亲近伊这是伊的外表第三项，耶稣基督被描死，互人看见，互人厌弃，互人拒绝耶稣这个出世毋但无这个外表的好看，伊出世会互人藐视，轻看伊。伫以色列人百姓内面，以色列即位弥赛亚要降临来到世界，一定是坐白马真壮真雄壮，后壁佫千军万马军队伊就降临来到这个世间要做王真体面真雄伟这个气势这个很雄伟气势很雄伟红啾啾气昂昂迄款的来表现出来。圣经描写伊怎样呢？伊讲伊被描死互人厌弃拒绝最受痛苦，经常忧患上经历到忧患，伊被人藐视，亲像互人正面毋看伊一样咱也无尊重伊，世间人无尊重伊，藐视伊，互人轻看。咱看耶稣互人轻看，耶稣互人厌弃，互人藐视伊真侪时阵看到罪人的犯罪伊非常痛苦。伊看到人的伤心，伊愿意为因担当所以伊的面顶毋是定迄款有迄款的互人看到就会亲近伊互人厌弃的一个人所以伫世间人的目睭内
换当若是一个人啊，互人看着讨厌的时阵，别人就毋亲近伊咯。吼，伊若常常拄着艰苦困难，伊说看起来，看来这个是一个失败无成功的人。这个失败无成功的人，人兼要亲近伊，要有可能成做一个救世间人的救主嘛？哦，所以因就看轻伊咯。吼，兼有即款的人，定定艰苦，定定拄着问题，定定较咱失败的款式的一个人啊，伊兼有可能成做救主。所以人就轻看啊，毋接受，毋尊重啊。即款的人物啊，当然人若凭着外表吼，就将耶稣当做一个无价值的人啊，就是毋接受伊，无互人尊重伊，搁较袂尊重伊来行咯。哦，所以圣经内面有言啊，即位要讲说道成肉身的基督啊，要互人藐视，要互人厌弃，要互人拒绝的。一个人啊，所以吼，所以耶稣伫外表啊，人咧判断伊这个人的时阵吼，因为基督吼出来做工的时阵吼，常常吼，互人拒绝啊，互人看轻啊，吼，伊说若拄着耶稣，因就看，你看这个耶稣吼，伊都是这个做茶师的囝。伊真艰苦啊！伊是一个穷人啊！哦，你看伊出世哦，伊是伫一个小所在啊，其实一个拿撒勒，一个小乡里啊，这个有人就讲啊，伊说这个小乡里拿撒勒，哪有出什么好的物件，有什么好的人物啊？哦，所以互人轻看，互人藐视啊。但是这个。拿撒勒这个意思哦，就是幼苗的意思，幼稚幼苗的意思，哦，所以耶稣毋是出世伫像北京、上海、广州，毋是出世伫这个纽约是华盛顿，还是 San Francisco 旧金山，毋是出世伫伦敦，在大城市出名的城市，哦，小乡里啊，看毋起藐视。所以耶稣就是安尼这个一项预言，耶稣怎样被刑罚到死啊？看毋起，掠来刑罚欺负伊，将伊当作罪人来看待，所以圣经讲怎样啊？伊受欺压到审判，伊被夺去，夺去伊的生命至伊。当世代的人咱会想到伊即款被鞭拍对活人之对被剪除是因为我的百姓、上帝百姓的罪的缘故呢。所以耶稣来到这世间是拄着刑罚，拄着拒绝，拄着鞭拍，受刑罚。过来伊。天父上帝耶和华定义要叫伊受苦，这是上帝的计划上帝互伊受苦，为着要为拯救世间人。所以第50章以赛亚53章第10节、53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伊压上，互伊受痛苦。耶和华将伊当作什么赎罪祭，将伊当作赎罪祭。什么是赎罪祭呢？旧约时代人知影犯罪得罪上帝，伊的罪毋要得到上帝的赦免原谅、赦免、赦罪伊着用一只无破扁完美的羊羔，所以只羊当伊抬死流血，再将伊的血。交伊的肉在烧伫祭坛顶，这叫做献祭、赎罪祭，将伊甲献祭。耶稣就是来到世间，要甲咱当作一只羔羊，要献罪、献祭。所以
当伊开始出来做工的时阵，施浸约翰啊，看到耶稣，伊说：恁看哦，上帝的羔羊啊，是要除去人的罪孽的一位。看起耶稣就安尼称呼伊。恁看哦，伊是上帝的羔羊啊，亲像旧约要来除去人的罪过的人，一位救主啊。所以耶稣来到世间啊，要受苦，成做一只被献祭牺牲的羔羊，为着要赎人的罪过。过来一点就是基督顺服到死啊！圣经讲伊被欺压第7节伊讲耶稣被欺压伫受苦的时阵，却无开喙，无开喙。伊亲像羔羊被牵到互人刣的所在，又搁亲像羊伫剪门的树人的树中无声，伊也是这样不开口，无开喙。每一摆我电视的内面看到有人咧刣羊也是咧剪门啊，剪羊门啊，伫北方中国的北方、内蒙古也是北方的所在到冬天的时阵伊就敢剪羊门羊门野做就敢剪将伊敢腌到，再搭一个大机架剪羊门。咧剪的时阵无出声咱亲像耶稣基督伊咧形容耶稣顺服上帝的旨意，无出声，甚至受苦受难，伊无出声，伊无反抗，伊无拒绝。换当耶稣若拒绝受苦受难顶十字架，那么咱今仔日就袂得到救咯。所以感谢上帝，车来的这位救主伊是顺服到死。第6点，圣经这个以赛亚佮形容耶稣顶十字架赎罪，是为着上牙来受苦受难赎罪呢。圣经有言说，上牙想到伊被鞭拍，对活人之对被剪除，该害死，是因为百姓的过犯呢。上爱想到安尼一位专互人看唔起的专谦卑的一个人，竟然是为着世间人的罪来受苦受难顶十字架。咱伫新约的时阵咱就看见这项代志已经应验。最后一点，耶稣顶是埋葬。伊埋葬的情形怎样圣经也是真清楚的来预言耶稣埋葬的时阵的情形。第9节53章第9节安尼讲，伊虽然未毋捌做怀强暴的代志，喙中耶稣指耶稣耶稣喙中也无有诡诈，人也阁将伊当作恶人来被埋葬，甚至就是为将伊害死，然后甲恶人杀甲埋葬。谁会知影伊死的时阵交债主当众呢？这搭预言说，耶稣死埋葬的所在是一个债主有钱人的墓。耶稣葬伫内面，连耶稣葬伫什么所在、什么人的墓，拢有言的咯。咱看到耶稣死了后，马太福音伫咧形容呢耶稣死了后，这个埋葬的情形马太第27章57节安尼讲到60节伊讲耶稣已经对十字架顶退落来，伊说到了暗暝有一个债主名叫做约瑟是阿里马太来的，伊也是耶稣的门徒。58节，这个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躯要甲因讨去啊！比勒多就吩咐人将耶稣予伊咯。59节，迄个约瑟财主摕了耶稣的身躯，除了耶稣的身躯啊，就用细麻布细麻布大的细麻布，甲伊包咧，将耶稣的身躯包咧。60节，放伫家己的帽的内面，即个帽是用铁甲伊卡，甲伊压出来的即个帽半石内面的伊就将迄个财主就将耶稣就将大石就滚到迄个帽的门口，甲伊砍咧，然后就去了迄个财主就行咯。所以即个财主叫做约瑟将耶稣死去的身躯甲伊摕去埋葬家己的墓内面伊是一个财主甲徛咧内面，佮用布甲细麻布甲伊包咧，然后徛咧内面，佮用一个大石头甲伊门口甲伊堵咧，伊就离开咯。所以每一个耶稣，这个道成肉身即位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每一项代志对出世一直到受苦受难，顶十字架到埋葬的情形怎样，拢预言一项的预言，也一项的应验咯。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关于耶稣道成肉身的诞生这项代志咱听了了后咱就感觉是真神奇是神力技术耶稣也未来到世间的时阵，以前大概723年左右就已经有言了咯。最后呢，一项的应验实在是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只有伊才有法人安尼做。独伊是即款的情形有言一项的应验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古早时人犯罪的时阵，上帝就预备拯救世间人的一个 plan， 一个计划咯，要将罪人拯救出来离开了魔鬼撒旦的捆绑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了后上帝就甲蛇讲话叫亚当夏娃讲话，预言讲过什么创世纪第3章15节安尼讲伊讲耶稣对蛇就是撒旦安尼讲，我又要叫你魔鬼甲即个女的即个女的，咱会派咱将咱知影这个是玛利亚，甲即女人彼此做敌人伊的后裔，你的后裔就是魔鬼的后裔，怀敌基督对抗耶稣的怀伊的后裔，要甲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彼此为仇。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魔鬼撒旦要伤耶稣的骹棍，这个就是预言什么伤耶稣的头是上是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是上就是玛利亚，咱将来知影咯。后来咱知影咯，这个后裔是独一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只有玛利亚出世将耶稣出世，才称呼做女人的后裔，毋是写男人的后裔。所以咱知影是玛利亚所生的这个耶稣是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要伤魔鬼的头，是真严重的。魔鬼将咱人类引诱人犯罪，将这个死叫这个罪恶带到世界来咱后来呢，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女人的后裔，为着咱世间人是伤了魔鬼的这个最最严重的这个伊的头就是代表胜利咯代表胜利那么魔鬼呢，要借着钉十字架来伤耶稣的骹棍，
所以咱知影耶稣顶十字架，等咧手咧，铁板等咧骹，就伤着耶稣的骹筋，所以一项一项拢应验了。所以主内兄弟姊妹，既然上帝是用伊的疼来到世间，借着这个道成做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来拯救世间人，所以互人类有人借着相信主耶稣，叫人信伊的人出死入生就互人离开了这个死亡的捆绑、死亡的毒钩，互咱出生就是互咱生命出死入生，进入到永生的内面。永生就是到上帝的内面，才有盼望，才有永生。所以伫这个圣诞的时节咱讲到道成肉身是带托人类的盼望，带托人类永远的福气。所以兄弟姊妹，藉着这个圣诞节你要来临的时节，咱讲到一个信息，互咱增加咱的信心，互咱知影上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是为着爱，所以咱伫圣诞的时节咱若要将耶稣的爱传互世间人知影，互因明白圣诞节毋是食食啉啉欢喜庆祝佚佗者欢喜一阵，毋是这个意思咱毋是要庆祝耶稣的圣诞，咱是要纪念耶稣来到世间所要做的大项的代志，是为着世间人的福气，为着世间人的这个盼望来拯救的。咱今仔日也有这个责任来向世间人传授这个爱的信息，叫世间人得到了主耶稣，就得到了福气，得到了盼望。兄弟姊妹，你愿意做这个爱的传道者吗？你若是未信主耶稣，你会听到这个信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正亲像第1章约翰第1章第12节所讲的，像咱若是接受耶稣基督做咱的救主，伊就互咱这个权柄，要做上帝的儿女。若是伫基督内面的人，伊就得救了。你愿意真做伫基督内面做上帝的儿女吗？你若愿意，你说我愿意，你讲耶稣讲，我要接受、相信你做我的救主那么上帝就要拯救你，直到永远。三个阿头祈祷，亲爱的天父，藉着今仔日的信息，求你圣灵做工，互阮听到了后，毋但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并且将爱的信息来传到还无听到的人。因为阮知影，只有这个耶稣来到世间的信息，互阮人带来一个生命永生，带来迄个盼望。因为阮知影，伫这个世间罪恶黑暗真侪人伫罪恶当中生活，因为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永远的灭亡，非常的可怜。求主，互阮伫这个圣诞节期间毋是指来讽刺肉体，乃是要将上帝爱的信息传扬，互怀未听到的人，叫因同样，甲阮相同得到上帝的福气甲恩典，永永远远成做上帝的儿女，来享受上帝的永远的福气，并且阮伫这个世上要传扬这个神爱的信息，来应神益人。感谢上帝，基督奉耶稣的名求，阿门。